嗨，我係二玲，今日整芝士流心漢堡扒。買牛肉嘅時候呢，老細話加啲肥嘅牛油俾我，咁樣同啲牛肉一齊攪碎好食啲。再去超市買呢種漢堡包，攪碎嘅牛肉加少少洋葱碎落去。調味就好簡單啦，鹽、黑胡椒碎同埋生粉，順時針攪勻，跟住再用力撻一撻佢。準備啲芝士碎或者一片片嘅芝士都得，將牛肉搓成一個球，跟住再撻一撻，挖個窿，將芝士碎擺入去。平底鑊落油，將漢堡扒全部擺入去，再開火，冚蓋。冚蓋呢係為咗啲油唔好亂彈啊，因為啲油真係會彈到周圍都係嘅。煎2分鐘左右，啲漢堡扒全部變晒色之後，再反一反，冚蓋再煎另外一邊。根據漢堡扒嘅厚度，再重複煎嘅時間。你睇下煎好之後，中間係爆漿芝士㗎，小朋友真係超鍾意食。我一次會全部煎好，跟住擺入雪櫃冷藏。早上食嘅時候就興一興佢，或者唔煎直接擺入雪櫃冷凍都得。食嘅時候提前1晚解凍，跟住第2日煎佢就得啦。第2日早上將煎好嘅漢堡扒興一興佢，漢堡麵包都興一興啊！麵包上面擺啲生菜、沙律醬，將漢堡扒擺入去，咁樣就搞掂啦。呢個做法真係超簡單，新手都好容易成功㗎。呢個真係好啱小朋友做早餐，我仔超鍾意食。